你仲記唔記得以前去澳門，喺碼頭一落船就見到成排發財巴等住接你，入到去賭場周圍都係金碧輝煌，贏咗錢就去食飯餐好嘅嗰種紙醉金迷嘅氣氛。但係到咗今日，2026年嘅澳門已經唔再係我哋熟悉嘅嗰個世界。而家如果你行入去嗰啲所謂嘅衛星場，你會發現唔係執咗笠，就係變咗做無人問津嘅死城。曾經叱咤風雲嘅楊受成、洗米華，佢哋嘅神話逐個爆破。最誇張嘅係，英皇娛樂酒店竟然宣布全面撤出博彩業務，成個博彩業背負住超過160億嘅巨債。呢場血淋淋嘅大清洗，連一向深根蒂固嘅賭王家族都救唔返。到底澳門發生咗乜嘢事？點解短短幾年之間，呢個曾經係全球最高利潤嘅賭城，會變成一個崩盤嘅局？講到澳門變天，我哋一定要由衛星場呢3個字講起。以前澳門嘅賭牌係三主三副，但係實際上支撐住成個博彩業半壁江山嘅係超過20間嘅衛星場。咩叫衛星場？簡單嚟講，就係啲地產商或者好似楊受成咁嘅大老闆，租個賭牌返嚟喺自己嘅物業入面開賭場。英皇娛樂酒店就係當中最典型嘅例子。喺2022年之前，呢啲場係幾咁風光，每晚燈火通明，啲豪客一沓一沓現金咁揈落去。但係自從2022年新博彩法出台之後，呢啲衛星場就正式進入咗倒數階段。嚟到2026年，呢個爆點終於全線炸開。楊受成旗下嘅英皇娛樂酒店喺最近嘅財報入面已經顯示出佢哋嘅無奈。你想象下，一個做咗幾十年賭場生意嘅老牌英皇，竟然要將啲賭台交返俾承批公司，自己只係做返純酒店生意。點解會咁？因為新法例要求，賭場必須設喺承批公司嘅物業入面。呢個政策嘅轉變，直接將呢啲衛星場嘅生存空間封死。以前係分賬制，大家有錢一齊揾，而家係管理費制，啲大財團要自負盈虧，邊個仲願意同你玩？楊受成係一個極之精明嘅生意人，佢睇到條數唔對路，寧願斷臂求生。160億呢個數字，唔單止係一間公司嘅債務，而係成個衛星場生態圈崩潰之後留下嘅爛攤子。再講到洗米華、周焯華呢個名，喺2026年前嘅澳門，簡直係太陽城嘅代名詞。但係你睇下而家，太陽城集團已經灰飛煙滅。以前澳門嘅博彩收入有接近一半係靠貴賓廳，而貴賓廳又有大半係靠洗米華呢啲搭馬仔頭目撐住。洗米華嘅神話破滅，象徵住澳門中介人制度嘅徹底終結。呢場大清洗係血淋淋嘅，因為佢斷咗澳門最賺錢嘅水源。北京嗰邊嘅態度好明確，唔可以再有大量資金通過賭博流出國外。洗米華入獄只係一個開頭，隨之而來嘅係成個搭馬仔階層嘅失業同崩盤。好多人會問，既然英皇、太陽城呢啲搞唔掂，咁賭王家族呢？何超瓊、何猷龍佢哋應該好有實力㗎嗎？點解連佢哋都救唔返呢場火？呢度就要睇下數據啦。到咗2026年，澳門6大博彩商嘅負債總額已經去到一個令人心驚膽戰嘅地步。雖然佢哋攞到咗新嘅10年期賭牌，但係代價係要投入過千億去搞非博彩元素。你以為搞演唱會、搞展覽好賺錢？對於呢啲習慣咗靠賭台抽水嘅大佬嚟講，搞主題樂園同藝術展覽，利潤簡直係薄如蟬翼。何家嘅澳博以前係澳門嘅龍頭，但係呢幾年佢哋嘅現金流一直都好緊張。上葡京嘅投資回報慢到不得了，加上2020年到2023年間嗰場全球疫情，令到佢哋嘅老本都蝕得差唔多。而家2026年，佢哋面對嘅係一個完全唔同嘅客戶群。以前係大款嚟一鋪輸幾千萬，而家係啲小紅書網紅嚟影相打卡，買杯珍珠奶茶就當消費咗。呢種消費模式嘅轉變，對於背負住幾百億債務嘅賭王家族嚟講，簡直係杯水車薪。而且大家要留意一點，2026年嘅融資環境已經變晒。以前賭場想借錢，
銀行排隊送錢上門。而家銀行見到你係博彩業，避之則吉，因為博彩業被列入咗高風險行業，監管越來越嚴。160億嘅債務喺利息高企嘅年代，每日單係利息支出都足以令一間上市公司窒息。呢場崩盤唔係因為無人去澳門，而係因為以前嗰種賺快錢嘅模式已經徹底消失。英皇執笠，衛星場全線崩盤，呢啲都只係冰山一角。喺澳門嘅橫琴，雖然政府一直想推動產業多元化，但係始終無法填補博彩業萎縮留下嘅巨大黑洞。你行喺新口岸或者皇朝區，你會見到好多以前幫貴賓廳做嘢嘅洗頭鋪、食肆、名店，一間間咁貼晒招租啟事。以前一個普通搭馬仔，一個月可以賺幾十萬，開跑車、住豪宅，而家呢班人好多都只能夠去轉行做外賣員或者司機。呢種階層嘅跌落，先至係最殘酷嘅現實。講到尾，點解連賭王家族都救唔返？因為呢次唔係周期性嘅衰退，而係一次結構性嘅重建。澳門博彩業喺2026年正式進入咗平民化年代。政府嘅手伸得好長，每一張賭台、每一部老虎機都要聯網監控。以前嗰種洗黑錢或者地下錢莊嘅渠道被堵死晒。當博彩回歸到純粹嘅娛樂功能，佢就唔再係一個暴利行業，而係變成一個重資產、低回報嘅旅遊服務業。你想象下，何超瓊作為何家嘅掌舵人，佢面對嘅係一個要承擔社會責任，又要照顧幾萬名員工生計，仲要面對內地嚴格資金管制嘅局。佢就算有通天本領，都變唔返2019年之前嗰種繁榮，嗰種一人贏錢、全城分紅嘅日子，已經隨住2026年初嗰幾場大裁員、大倒閉，正式畫上咗句號。楊受成嘅英皇娛樂酒店撤出博彩，其實係一個好有智慧嘅政治信號。佢話俾全世界聽，喺澳門，如果你冇本事做大型綜合度假村，如果你仲係想靠嗰種舊時代嘅衛星場模式去揾食，你根本冇得玩。160億嘅債務只係一個警示。對於普通投資者嚟講，如果你仲以為澳門股會好似以前咁升幾倍，咁你真係要醒下啦。2026年嘅澳門正經歷緊一場前所未有嘅去賭化陣痛。呢場陣痛令到好多曾經嘅大佬跌落神壇。洗米華嘅牢獄之災只係一個時代嘅墓碑，而衛星場嘅集體崩盤係話俾我哋聽，澳門嘅未來唔再屬於嗰班靠關係、靠搭馬仔嘅江湖人物，而係屬於嗰啲能夠忍受低利潤、肯老老實實搞旅遊業嘅大型財團。但係問題係，呢場轉型要幾耐？呢160億嘅債務，最後會由邊個嚟埋單？最後受苦嘅始終係嗰班喺澳門土生土長，將一生青春都奉獻咗俾博彩業嘅基層市民。佢哋眼白白睇住英皇、金沙、新葡京嘅燈光雖然仲喺度，但係份量個紅利已經大不如前。呢個就係2026年澳門最現實、最血淋淋嘅真相。我哋再嚟睇下具體嘅數據同埋市場反應。喺2026年嘅第一季，澳門嘅博彩總收入雖然比起疫情期間有所回升，但係對比返2013、2014年嗰個巔峰時期，連一半都冇。呢個數據反映出一個好可怕嘅事實，澳門嘅日價能力消失咗。以前內地嘅高端豪客嚟澳門係為咗刺激，為咗嗰種一擲千金嘅快感。而家佢哋面對嘅係國內嚴厲嘅反貪腐同資金流動管制，每一筆超過2萬蚊嘅提款或者轉賬，可能都會觸發銀行嘅風控系統。你話仲有邊個敢去貴賓廳換命？楊受成撤出博彩業務，其實都係睇準咗呢一點。英皇娛樂酒店嘅博彩業務原本係同澳博合作嘅，當澳博自己都泥菩薩過江，要縮減開支，要保住自己直屬嘅大場好似葡京人、新葡京嘅時候，佢仲點會去顧及你呢啲小規模嘅衛星場？所以英皇嘅退出其實係一種被動嘅主動。佢知道再玩落去，單係每個月嘅牌照維持成本、人工支出同埋合規檢查嘅費用，
就已經足以食晒佢酒店業務嘅所有利潤。而洗米華嘅倒台，更係引發咗一連串嘅連鎖反應。以前疊碼仔會提供信用額度俾賭客，即係所謂嘅賒數。客贏咗，佢哋抽水；客輸咗，佢哋收數。成個資金鏈係非常之龐大嘅。但係隨住洗米華被捕，成個收數系統崩裂，無數嘅死數無法收回。呢啲數加加埋埋，分分鐘唔止160億。呢啲爛賬喺2026年嘅財政年度入面，成為咗各大博彩中介同埋衛星場倒閉嘅最後一根稻草。好多香港人以前好鍾意去澳門，唔係為咗賭，係為咗感受嗰種氣氛。但係你而家去睇下，嗰啲細場入面嘅裝修，有啲甚至仲停留喺20年前嘅感覺，殘殘舊舊，因為老闆已經冇錢再去翻新。對比返新加坡或者拉斯維加斯，澳門嘅競爭力喺邊度？如果冇咗內地豪客嘅支持，澳門嘅硬體設備其實係過剩嘅。咁多間酒店，咁多間客房，要幾多遊客先可以填得滿？當前嘅局面係，賭王家族雖然攞住賭牌，但佢哋更似係喺度幫政府守門口。政府要求佢哋搞非博彩元素，例如請國際巨星嚟開演唱會。雖然2026年我哋見到好多大牌明星去澳門，但係你要知道，呢啲演出嘅成本極高，分分鐘係賠本賺吆喝。博彩公司咁樣做，係為咗完成政治任務，為咗下一次續牌嘅時候有分數。但係對於股東嚟講，呢啲都係燒錢嘅行為。何超瓊喺一次內部會議入面曾經提過，澳門嘅未來係要轉型做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呢句話聽落好宏大，但係執行起嚟係非常之艱難。你點樣令一個習慣咗食大魚大肉嘅人，突然間去食齋？成個澳門嘅經濟結構，幾十年嚟都係圍繞住博彩兩個字，而家要連根拔起，呢種痛楚係成個城市都要一齊承擔嘅。160億嘅債務危機，其實反映咗資本市場對澳門嘅信心喪失。喺2026年，我哋見到好多原本投資澳門博彩股嘅外資基金紛紛撤離，佢哋認為澳門已經變成咗一個受高度管制嘅公用事業市場，而唔再係一個高增長嘅投機市場。呢種估值嘅調整，令到博彩公司嘅市值蒸發咗成千億。喺呢種情況下，就算賭王家族想救，佢哋去邊度揾錢？佢哋自己嘅股價都跌到殘，融資成本又高。所以我哋睇到嘅衛星場全線崩盤，其實係一個舊秩序嘅終結。楊受成、洗米華呢啲名字會慢慢淡出博彩業嘅歷史舞台，而留低落嚟嘅將會係一個更加透明、更加合規，但也可能更加平淡嘅澳門。以前嗰種一夜暴富嘅神話，喺2026年嘅陽光下正式消散。如果你仲懷念以前嗰個澳門，咁我建議你留返啲相片喺心入面，因為現實中嘅澳門已經由一個狂熱嘅賭徒，變成咗一個要老老實實打工、還債、揾食嘅普通人。呢場大清洗雖然血淋淋，但亦都係澳門重生必經嘅過程。只是呢個代價真係大到令好多人都要傾家蕩產。到底2026年之後，澳門仲有冇機會翻身？或者咁講，佢會變成另外一種樣。佢唔會再係東方拉斯維加斯，因為拉斯維加斯本身都有好多非博彩收入，而澳門而家先開始起步。呢條路起碼要行10年、20年。對於楊受成呢類傳統商人嚟講，佢哋冇咁多時間同你等，所以走人係最現實嘅選擇。至於洗米華，佢只係呢個大時代交替下嘅祭品。160億債務，英皇撤出，衛星場倒閉，呢啲標籤將會印喺2026年嘅澳門歷史書上面。當我哋以後再提起澳門嘅時候，我哋可能會記得呢一年係澳門真正變天嘅一年。嗰種草莽英雄、偏門發達嘅日子，真係一去不復返。而家嘅澳門需要嘅係穩健，需要嘅係配合國家大局。對於我哋呢啲普通人嚟講，去澳門可能真係變成咗純粹嘅旅遊，
而唔再係嗰個充滿刺激同慾望嘅冒險樂園。總括而言，澳門呢次大清洗係由內到外，由法規到經濟，由豪客到中介嘅全面洗牌。賭王家族嘅武力感，正正體現咗大勢不可為。無論你以前幾有錢、幾有勢力，喺時代嘅巨輪面前，如果唔識得轉身，最後只會被壓得粉碎。楊受成走咗，洗米華入咗去，下一個會係邊個？或者已經冇所謂嘅下一個，因為成個遊戲規則已經徹底改寫。希望今日嘅分析可以令大家睇清楚2026年澳門博彩業背後嘅真相。呢度唔再係以前嗰個遍地黃金嘅地方，而係一個正喺度經歷巨變、充滿挑戰嘅城市。如果你身邊仲有朋友諗住去澳門大展拳腳，或者投資博彩相關嘅行業，記得將呢段說話分享俾佢聽。現實係殘酷嘅，但只有睇清現實，我哋先至可以喺呢個變幻莫測嘅年代，保護好自己嘅財富，揾到真正嘅出路。澳門呢個曾經嘅傳奇，正喺度用一種最痛嘅方式告別佢嘅過去。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呢段歷史嘅見證者。2026年，澳門博彩業嘅血淋淋大清洗仲未完全結束，後續嘅震盪可能仲會持續一段好長嘅時間。大家一定要保持警覺，睇定啲，唔好隨便落場。